伫个大脑神经退化性的疾病中，帕金森氏症排名第2，敢若输予阿兹海默症。而帕金森氏症的临床表现，伫个身躯无振动的时，会出现无自主的颤抖、甲肌肉僵硬等。因为大脑的脑干黑质中多巴胺的神经元来死亡，造成多巴胺不足。伫个过去的诊断，必须要经过4-5个月。不过现在有一种先进的磁振扫描仪，磁敏感的加权造影，会用大大缩小诊断的时长。过去来讲，我们诊断帕金森氏症除了我们的病友他有一些神经行为症状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颤抖以外那他来我们神经科门诊。如果有我们帮他诊断完之后，如果给予一些药物还有一些传统的影像检查，协助我们去帮忙诊断出帕金森氏症。但是在过去来讲，正确的诊断帕金森氏症需要时间，有时候需要4个月到6个月，甚至有时候包括核子医学检查。那目前我们本院这2年去年的时候有引进最新的磁振造影，那它可以帮我们病友缩短正确的诊断帕金森的时间，可以在1个月之内帮病友做一个正确的诊断。那我们借由就是所谓的这些使用所谓新的磁振造影、磁敏感加权造影，可以帮我们的病友做立即而快速的诊断，以对于我们的病友帕金森氏症的患者，他可以后续的药物可以做一些正确的治疗的一个策略。医师强调，有了正确的判断，帕金森氏症会用透过药物、运动加充足的睡眠来得到良好的控制。而且现在嘛有真侪药物会用改善帕金森氏症患者的生活品质，虽然未用完全好，但嘛会用得到控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